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咁咧最新嘅加拿大學生簽證嘅方法咧又有 update 啦。咁咧可能之前好多時啲同學仔都話加拿大簽證好鬼難做啊，又要填好多表格。咁咧而家有好消息啦。咁咧就係佢哋嘅新嘅簽證咧係可以將會係有一個網上嘅申請，咁係一個新制嚟嘅。咁當然啦，喺呢段時間咧佢都繼續係接受即係以前用 paper 嘅申請嘅。咁你如果話新制嘅方法會唔會話快咗呢？其實都唔係快咗特別多，只係都係由6個星期或者至8個星期咧，就改咗係4個星期咧。如無意外嘅話咧，就會出到俾你。咁但係大家就會問，咁點樣去申請個學生簽證啊？如果喺 online 度上面寫，咁今日咧我哋就想同大家講解下嘅。咁首先啦，你學生簽證網上咧，你同學仔都要同學仔都知道一定要有學校嘅錄取信啦、資金證明啊、護照啊，咁呢最基本嘅。咁但係同時間咧，你呢啲咁樣嘅文件咧，全部都係要用一部 scan 啊，將你所需嘅文件全部 scan 一次先。咁同時間準備好你嘅 credit card 啦，因為你 online 申請就 online 俾錢㗎啦嚇。咁同埋喺香港你影咗嘅相咧都要 scan 一次嘅。咁當你準備好晒呢啲咁嘅文件同埋啲scan 好晒啲咁樣嘅 file 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開始上網填表。咁一般嚟講咧，你上翻去領事館嘅網站咧，咁佢就會要求你填一啲問卷啦，咁測試下你係咪可以合乎資格喺網上申請嘅。大多數香港嘅同學仔咧，我相信佢哋都係合資格係上網申請嘅。咁咧佢會填你領事館咧就要求你填好多嘅個人資料啦，例如你去邊度讀書啊、讀幾耐啊、國籍啊嗰樣嘢。咁最後咧佢會有份叫 personal checklist code 俾你嘅。咁個個學生都唔一樣嘅喎。咁你就攞住你個記低個checklist 個 code 啦，然之後咧就會去到另一個網站咧，就要開一個叫 GC Key account。咁開完呢個 account 之後咧，咁又係填一系列嘅問題啦。咁最後咧就再輸入翻你頭先所做嘅 personal checklist code，同埋上載翻你所有嘅文件啦，同埋double check 一次你所填嘅資料有冇啱同埋錯誤啦。然之後咧就信用卡繳費啦，咁就完成晒成個嘅遞交手續。咁之後嚟講咧，你嘅驗身啊各樣嘢，領事館都會照翻以前咁樣就 email 通知翻你啦。簽證到時都係嘅。咁如果同學仔有咩問題嘅話咧，歡迎你打翻電話23921592揾我哋啦。咁我哋公司都可以幫你去做。但係如果你話都想想直接聯絡領事館嘅話咧，你亦可以去到領事館嘅星期1至4 8點半至到10點半咧，咁呢段時間佢哋領事館開門嘅話，你都可以上去諮詢嘅嚇。咁大家就有咩問題嘅就打嚟 AUG 國際教育集團啦。拜拜。